我要助你做苍穹之境的主人。母神，你要弑神？若不是当年目光阻挠，本君已经得手杀了后池，又岂会有今日之辱？无患，上古神尊觉醒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正要去玄天殿，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主神在瞭望山同我说，他要去青池宫闭关修炼。我们离重开神界的日子不远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便去叨扰了。今日仙界不够太平，有不少仙君死于非命，有人查出，这些惨死之人，皆与凤女有关。我得去趟苍穹之境，若有凤女的消息，及时告知于我。上古已然强大，应对真神不能再拖。如今之计，只有分化瓦解，才可扭转局势。速去罗刹地，本君需要更多的煞气。是。拜见母神。母神，您急召我来，所谓何事？白绝神尊因我对上古神尊提及后池，罚我在苍穹之境禁足1年。这儿可是偷跑出来的。什么？就因为昨日在东华寿宴上，你我得罪了上古？是。父神可有生您的气？看来从此以后，苍穹之境再无你一席之地。若你想打着白绝的名号坐拥尊崇，怕是再无机会了。母神言重了。白绝神尊哪怕是看在父神的面子上，我了解你父神，男人是靠不住的，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。母神，您的意思是？我要助你做苍穹之境的主人。母神，你要弑神？你疯了吗？昭儿，既然你已经对白绝无情，何不赌上一赌？松手！不可放手！昭儿，若母神没有十足的胜算，是不会赌上我们母女的性命的。